一年一度博彩業界盛會亞洲國際娛樂展同亞洲綜合度假休閒產業博覽會，一連3日喺威尼斯金光展館舉行。今日進行簡單而隆重嘅開幕儀式。大會預料吸引90個國家同地區，大約8000名嘅業界專業人士參加。大會表示，本屆展會嘅其中亮點就係全新嘅顯示同娛樂科技區，帶嚟沉浸式嘅科技體驗。現場演示智慧酒店自動化運作情景，包括人工智慧驅動嘅商務配對、分區專業交流以及互動環節，例如機械人提供嘅咖啡同調酒服務，以及現場機械人嘅樂隊表演。咁今年我哋嗰個亮點都係喺一啲新科技啦、AI 啦、數碼科技啦。同埋一啲娛樂科技嗰啲應用，咁多年嚟呢，今年個數目係最多嘅，係啦，有成15間公司，但係佢哋帶嚟嘅品牌有成30幾個。根據我哋收到嘅資訊呢，就應該超過150個品牌。咁展商就係121個展商，咁其實都比去年都係有一個輕微嘅增長啊，係啦。咁就觀眾數量，我哋預期會有超過6000位觀眾。另外，G2E 喺展會期間將會舉辦唔同主題嘅研討會，由業界分享行業趨勢同見解。而首日嘅開幕演講嘉賓係由金沙中國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鄭君諾擔任，並且以澳門綜合度假村多元化發展作為主題演講，指出路氹城聚集10至11個世界級綜合度假村，形成難以複製嘅供應規模同協同效應。但係同時需要軟硬件嘅互相配合，先能夠推動非博彩產業嘅發展。So Macau has an impregnable advantage on the supply side, but just building the buildings won't diversify the economy. To develop the non-gaming industries, it takes a combination of the great hardware, but also great software. The servicing of the assets,but also the investment in the branding, in the destination marketing, in partnerships, in human talent. All of these factors are critical to turn these buildings into real diverse industries. 鄭君諾喺演講嘅最後總結咗澳門過去20年演唱會娛樂產業、奢侈品零售業以及會展產業等多元化產業嘅發展，而且認為已經取得咗顯著嘅成果。相信未來政府持續與各個營運商緊密合作，澳門嘅多元化將會邁向新嘅高度。